北上種牙攻略、德貝美口腔實測，仲有香港長者免費種牙福利添啊！大家好，好多人會問，周圍都係深圳種植牙廣告，究竟邊間先好呢？俾我揀，我一定揀一間有口碑、對客人解說清晰、有質素、採用最新最先進嘅儀器、強大嘅醫療團隊、有溫度、服務貼心，仲有一啲專業認證推介嘅口腔中心啦。今日我就帶大家嚟到深圳嘅龍華區，一間由口岸出發，搭深圳地鐵直達，位置都幾方便嘅口腔中心，實地考察一下呢一間連續5年被評為醫療服務質量 A 級單位嘅德貝美口腔。咁首先睇下呢度大廳掛滿晒各種嘅專業認證同埋證書，規模同專業程度一睇就知有保障啦。行入啲睇下呢度嘅診室環境非常舒適而且衛生，仲要啊呢度嘅口碑相當不俗，有大量嘅正評，非常紮實嘅口碑。最令我放心嘅呢，就係佢呢個無菌消毒室，所有器材都嚴格消毒，符合德國齒科標準。等候期間仲可以去休息室休息一下，放鬆一下，好似去咗咖啡咁添啊！種牙之前最重要係要有精確嘅數據，咁我哋而家就體驗緊佢哋呢度嘅高清 CT 拍攝，唔使一陣就將牙床骨嘅情況影得清清楚楚，咁樣醫生設計方案先會夠精準噶嘛。咁我今次啊仲揾到呢度嘅院長同我哋解答一下一啲大家都有興趣都關心嘅一啲關於牙齒同埋口腔嘅問題，大家可以聽一聽，了解一下。咁如果咧，即係全個口腔咧都需要植牙嘅話咧，咁係要植幾多粒咁樣咧？我們全口的話，正常人我們有28顆牙，對，但是我們種植牙不用種那麼多。如果骨頭不是特別好的，下面或者上面我們最少要種4粒，但是也可以種到8粒，就是半口，所以我們一般就上下加起來是8粒，或者上下加起來16粒，就可以把它全口支撐起來。咁跟住咧，就想問下植牙咧係咪越快越好咁樣？係的，如果我們牙齒我們在做的時候，像我種一顆牙，一般5分鐘就種好。5分鐘。對，因為我們很熟練，那麼我們種的越快，它出血就會越少，對，它傷口也會越小，所以它術後的創傷也就越少。明白嘅。咁跟住咧，最後一個問題啦，可唔可以咧即係俾一啲即係譬如甩咗隻牙啦，需要補牙嘅朋友咧，有冇啲咩意見咁樣咧？我們首先如果缺牙，我們來檢查。如果他的骨頭 OK 的，牙齦萎縮不太多，我們首選是種牙。如果缺一顆就種1顆。但是他骨頭太差的話，我們就選擇鑲牙。我們有很多方法，主要是要看他的骨頭的情況。好，咁都多謝你嘅寶貴意見先嚇。另外，我亦都訪問咗一個啱啱接受完治療嘅朋友，講下佢點解嚟呢度，同埋呢度有啲咩優點同埋缺點，再聽一聽啊！咁我太太同埋我朋友就做咗啲咩治療啊？我太太就剝牙咯，咁我朋友就做種牙，剝兼種嘅。有冇話覺得個感覺點樣？剝牙唔痛咯，即係剝咗唔痛。我我太太都好驚剝牙嘅，咁啊一般好都驚，但係佢都好驚嘅，咁啊都冇乜感覺，即係剝咗冇乜感覺。手勢都好喎。係啊，咁你即係唔剝咗都唔知，解釋得都好清楚嘅，點樣做啊，成啊，咁個過程點樣都有解釋得好清楚。係，都解釋得好清楚。係啊，所以咪有信心，即刻慢慢做。因為唔清楚咁，你又驚知道係點樣，咁你就放心啲咯。係啊，係嘛，即係價錢又好，咁又服務又好，咁就 OK 咯。咁啊係，地點又方便啦。係啦，比香港啲牙醫都手術好。哦，咁樣就係香港睇牙好，所以就昂貴嘅。係啊，即係佢哋唔係解釋得咁清楚。咁呢度你前期做完，咁佢解釋俾你聽係點樣做。
係做啲乜嘢，做完之後會點樣，即係好似我朋友種牙咁樣，即係上下巴點上下點樣做，係嘛？咁解釋晒你聽，係嘛？咁又俾一啲建議你，因為始終我哋都外行人咧，係嘛？咁即係錢就預咗使嘅，但係最緊要做得好㗎嘛。唔係咩做得唔好嘅，我使咗錢又嘥咗時間。如果但係有咩問題，我再要去翻治療嘅，咁咪仲嘥錢又嘥自己時間。咁所以即係你講得清楚，我哋有信心。重頭戲嚟啦！德貝美口腔而家推出咗一個非常有意義嘅公益種牙活動，只要係年滿50歲或者以上嘅香港長者就可以申請免費種植一粒價值3980蚊嘅德國 ACM 種植牙，名額只有50位，先到先得。如果你又或者屋企嘅長者有需要，咁就要快啲掃描屏幕上嘅 QR code 預約申請啦。記得呢個係我嘅粉絲專屬福利，其他人冇㗎。另外，我仲為大家爭取咗另一個粉絲福利，首50名預約嘅粉絲可以享有免費洗牙服務一次，仲要呢個係冇任何附加條件嘅，只要預約成功就得。咁我今日去嘅呢間德貝美口腔呢，具有專業嘅優勢同埋貼心嘅服務，係專業與溫度並重嘅植牙首選。咁有權威嘅醫療實力，係安心嘅保障，有強大嘅醫護團隊，仲有優質嘅服務認證，係連續5年被評為深圳市醫療服務質量 A 級單位，並獲得德國卡雅全球終身質保服務機構認證。另外亦都有標準化建設。咁呢間德貝美口腔自成立以來，嚴格按照德國齒科標準打造，係深圳市醫保定點單位，亦都有尖端數位設備，精準嘅治療，咁有高效精準嘅診斷，配備數位化曲面斷層 X 光機 CT， 咁能夠獲得清晰嘅高清圖像，為複雜嘅手術提供準確嘅結構數據，亦都有數位化口述技術，仲有舒適無痛體驗，擁有美國 STA 無痛麻醉儀同埋法國 EMS 無痛超聲潔牙器，致力於提升患者喺治療過程中嘅舒適度，貼心嘅環境，好似家咁嘅體驗啊！三好嘅品牌理念，堅持質量好、服務好、環境好，提供有溫度嘅醫療服務，仲有5星級休閒空間。咁院內呢設有寬敞舒適嘅休息區，提供飲品同埋點心，細緻面診溝通。醫生喺面診嘅時候會耐心解答患者嘅疑慮，好似針對高齡患者關心嘅植牙痛感或者身體適應性問題，提供專業仔細嘅建議，忠實客戶口碑，廣受推薦，係香港患者嘅首選。咁喺訪問片段中，你可以睇到香港嘅客戶特別讚賞醫護人員細心嘅詢問感受，等到病人喺治療嘅過程中唔會恐懼。真實案例分享，咁好多曾經喺其他診所被判斷為無法植牙，好似被判咗種植牙死刑嘅患者，喺德貝美成功找回咀嚼嘅功能，對治療嘅結果表示非常滿意啊！另外佢亦都熱心公益事業，回饋社會，深耕公益歷程，成立德貝美愛牙基金，至今已走進近500個社區，開展超過3000場義診，務實咁樣降低市民就醫嘅成本。咁再約莫教大家點樣去啊？咁嚟呢度嘅方法相當簡單，搭深圳地鐵嘅話，最近嘅呢就由福田口岸搭過嚟，搭到去呢個清湖站，出閘之後向住 C1 出口嘅方向向前行，行到呢個樓梯位，落返地面，一出到街之後向前方望去右手邊嘅位置，斜對面呢一度呢就係我今日去嘅地方，大概嘅路線就係咁樣。另外如果你唔行樓梯嘅話，搭 lift 都得，咁就呢度搭 lift 落去，再行前少少呢就係噶啦。最近嘅話就由福田口岸出發，另外喺其他口岸過嚟都唔遠嘅，大家可以參考下。總結嚟講，我喺呢個德貝美口腔
最能夠感受到嘅呢，就係呢度細心嘅服務同埋專業嘅服務。好多客人啊都覺得呢度嘅服務比對起其他大型嘅口腔護理更細心、更仔細、更安心。真係一間有溫度嘅口腔種牙中心。咁我去嘅呢，就係假日嘅晏晝，都算幾多人幾旺場啊！睇下人頭湧湧嘅，可以見得佢幾受歡迎。呢一度既專業又乾淨，仲要有咁大嘅公益優惠，想整牙嘅朋友真係唔可以錯過啊！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了解更多生活飲食嘅資訊。下條片再見，拜拜。